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哥刘浩明。讲起我的时代的潮流哈，真是一下子有他个人学日本式，一下子他个人又学韩国式。但是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，伊都本講，你即刻唔使擔心講，而家到底最流行係嘛？因為團隊也腳步出嘅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嘅美髮設計師，我哋顧秋健 Rita， 你睇上 Rita 你好。主持人好，然後他講好，我係你會顧秋健。Rita 歡迎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其實 Rita 係我嘅髮型設計師啦。嗰時候因為我哋嗰時一談到講，張人會全部會講下，而且客話講嘅一定好。但是你這其實看到幾年強，但是已經係算是一個技術的總監嘅嘛吼。你這個喺行業做幾久啊？我做美髮22年。22年。係，我不是嘛，我去國內外進修。但是問題係講22年的話，你差不多一多歲時間開始的呀？差不多17、18歲。17、18歲就開始哦。其實嗰時間幾多差不多開始讀書嘅時候，總畢業係差不多都開始，而且現在自己喺埋行嘅方向。但是通常我哋幾多講，技術總監一件事情吼，技術總監，因為其實我哋啲講其他潮流。變咗幾隻，好早期講我那個歐洲啦、美國啦，還有來一幫日式的啦，日式風格，但其他個人又流行韓式的風格。咁對人來講嘅話，你係咪常常愛去進修啊？這一定係愛的啦，因為更加自媒體幾多啊，幾多後上嘅設計師啊，他們也會做一些影片啊，來招攬客人啊，有嘅冇嘅啊，然後更加。你的髮質狀況有都講唔好啦，係啊，因為有時節天氣來吼，嘅頭髮都會爆掉。如果用太鹼性的藥水給掉，所以像我經驗去韓國咩係主要係學業方面的技術，更加咩嗰度年下會去教染條藍毛啊，有嘅嗰啲會還會教添條藍毛嘅，咩一大堆，我們都不知道那些化學性的東西是什麼啊，所以。韓國嗰邊都會教人講，你要用什麼配方啊，去幫你的頭髮做一個去除化學殘留物的動作啊。對啊，一部分我相信人哋觀眾朋友會想到講，我天天都看染條藍毛，有乜個唔錯啊？還是講我哋天天都看染條藍毛，會影響到後來我哋即個去我哋講髮廊，我哋去美容院去染條藍毛時，會有影響係咪？會呀，有時節藥水會滲入去啊。你即個染嘅時節藥水會滲入去。就比如說，用花粉啊，或者是泡泡染這種的呀，或者是金屬性染膏啊，這種有時間我能去色的時候漂的時候，顏色都拿不出來，你要染那個冷色系，我能冇辦法染嘛。好，安尼意思就是講，以前當就我哋遇到嗰個市面上買嘅都會染條藍毛嘅，人可能有的會化學藥劑去殺死我整入去。變成講到時節都唔定嘅美容院，像我講去染以前這個好色的時節，尤其係淡色那些時節，你都做不出來。就比較做不出來，係啊，所以有的人哈，他因為更加人拍條藍毛過度嘛，有的人他就幫我染之後又講，每次都來找你染，然後時間又反按久，可以有時間給我稍微補一下嘛，給時間又講。我可能會幫你染比較淺色系的頭髮，去外面買染膏的時候，因為外面的染膏暗底，能可以去選比較淺一點的顏色，不要選到很深的，例如說黑色啦、黑茶色這種可能都很難去色。第一基本就談唔到深啦。第二，你講這裡講說拍條藍毛，第二都拍起嚟啊，而染色唔係最強嚇。冇，因為白頭髮的鏈件哦，就是它的鏈件結構，它比較緊密哦，所以我們有時候那個在幫客人染白色的時候，我們都會拿雙氧水9%去染，那個毛鱗片會打得比較開。我意思咁我講，譬如說像畫圖樣嘅，譬如說拍字嚇，你幫色就幾多色，反而講係膚色個唔一樣，個人哋拍色其實冇按好樣喎。冇按好樣，對。可是問題係講，有啲人會講，
譬如讲，加上爱金的，伊譬如爱金的，他不会引入迄五色嘛，吼，无讲俺那主观色咧听啊无，加上爱的染其他个有行迄种淡紫色啦，吼迄种紫色啦，某个淡的色的话，以后先把伊色成色黑黑嘛。宁夏落的时节啦，像宁夏条件落的时节，伊拍条南无较多的嘛，本身条件较多的，俺要把俺可以拿亚色看吼。比如讲，有染亚颜色，因为9.2的颜色。9.2黑暗人来讲的话，是9度色嘛，然后2是紫色嘛，可是染在那个我们白头发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有点灰白的紫灰色系。如果他头发本身是银发族的人染的话，我会只讲拿9.2，然后再加一点点，有一个1.11，因为1.1啊染膏是蓝嘛，蓝，然后他们这家公司的蓝又带点灰，蓝灰，我就会再加一点点的蓝色哈希。然后再染的拧还可以调那么，吼，然后我会配的双氧水趴出9%，就会大概会染出这种紫灰颜色。如果根本你可以市面上去讲染的这种有时就染牙又比较不好染啦，因为它会呈现卡色问题。马卡色问题就是，比如说可能东方人的发色的嘛，它是有，看一下拍色。蓝色、红色、黄色嘛，我们东方人的底色通常都是蓝或红会比较多，又加上你的化学性的染膏去残留的话，褪下的会橘红的，然后变成你要染9.2的颜色染不过，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漂个2次、3次之后，我们再拿一个角色的染膏。对，角色就是可能是看你的底，如果是比较橘黄的话，我们就会拿就是21就带点紫蓝色去搅掉你的橘黄，对，这是比较深一点的一个对比色的理论，然后再染奶头满那个配方上去，才有可能呈现颜色。不过染上颜色可能会带有点浊的，没办法像银发族直接原生发人染的安好看。咁问题你讲安多染要久下糖时候？有一堂不是的，因为头痛人讲嘛，根本就上化学课用的，那各种个各种的，然后你哪边看，那以前汤怎用咯？有一堂时候讲哦，你好专业啊，我唔睇看我染嘛颜色又好诶，唔介意嘛颜色，搭配我肤色安尼，侬系设计又好诶。嗰等于如果以前即假如唔会坚持以等当初爱色色呢？因为其实有些人讲哦，那个淡紫色好好看哦，好，然后某个有些色来加个流行白色，但是然后发型设计师通常乱了，眉头一皱，如果你的发质也弄不出来，会有这样的情形吗？有啊！我比第二个配方，你就会再把第二个配方提供。好，如果我空了讲，其实你先打消这个念头吧，因为这是很残酷的，因为这是要讲清楚啦。迄么多人酿做我们说以IOS 来，其实。对你来讲，对伊来讲嘛，迄个怪无谓的事情。系啊。但是问题是讲，刚才那一有因为讲，迄咩人其实冇只要你劝我做另外一个尝试。应该有人他我很想，有人他新人又冇安尼想。系啊，看每个人的想法冇同样。但是头先你讲酸碱值，每个人都睇那冇酸碱值。酸碱值像我们一般头发的话，如果你频率的烫染太高的话，你的头发就会偏向比较碱性。对，碱性的话你又再用碱性的药水，冷烫药水的 pH 值大概在8到9左右，看厂牌不一样。对，就比较偏碱一点。你要再拿比较碱性比较强碱的药水下去染碱性的东西，头发就会爆掉。对所以如果他就是我的客人来的时候，就会先问嘛，就是先问说，你自己在家有没有染什么头发之类的啦，就是头发的历史啦，有没有在家里 DIY 染发还是你会自己在家做什么烫发？因为现在我真的有遇过自己烫头发的客人，对，很多我都会先问得很清楚，然后之后摸他头发的触感。妈的触感就是一低头那么就是拉起来，你就从发根。然后拉到发尾的时候，颗粒状越来越明显的话，就代表它的鳞腱就是毛鳞片的组织链腱，它已经松散
崩坏了，然后所以你的尾巴的分叉就很多，啊，摸起来粗粗的，像路上的小石头这样。哦，有颗粒状，就是会有点不平顺。嗯，嘿，没按顺啦。对，名好嗰种鱼是处理安尼。哦，嗰种其实甲种提督卡，即个我去染天蓝毛啦，无像头讲，即个提督卡天蓝毛的，伊即个天蓝毛如果变成伊的个厝的伊的情形，可出个厝的情形呢，怕等于讲伊也要天蓝毛的。可是个厝的情形讲，伊变成讲天蓝毛的碱性可能就比较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比较强，嘿。但能用的时间，你染天蓝毛的东西都冇办法用到碱性按强的就是。天兵染的话冇办法，啊像染天蓝毛的话会用一个链腱修补剂，就是把你的头发的结构的东西补回来。等于讲已经把迄个天蓝毛一些先补涨了。嘿，因为像染头发的碱又更高，对，碱大概到9到10、11都有。嘿呀，冇错啊。对，又比烫还要高。染天蓝毛的碱性也比它漂的动作就比较容易崩坏你的毛鳞片组织，就是链腱里面的结构组织了。对。可是躺到一片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我哋觉得啊，染天蓝毛、天蓝毛都几艰难的事情，其实还有背路有一啲几大学问。有时下午在下我哋买嗰度嗰时采故事。翻过来，福起来耶！今日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女仆的古球匠 Rita 来到我现场，同我哋分享讲，我哋一般来染天蓝毛、天蓝毛地位，有冇要注意的事情？其实头多好，我发现到我好多轨道呢，我觉得讲，其实睇到佢染天蓝毛同啲美容染的同样。然后同时讲有一摆啦吼，我真是你都冇话讲，跟你就开会睇到看染头毛毛讲，我要太温柔嘿，然后我都可能皱眉头，也眉头都一夹，我都想奇怪，我睇到看染头毛有乜个唔错，喺度我睇到人哋個顏人嚟講，因為即個唔係喺用的一種染天藍毛的嗰種質量吼，嗰時海本的伊染天藍毛、藍毛、天藍毛時節，都變成講伊即個用的嗰種算是喺來也俾染劑來講嘅話，其實冇咁樣轉變。咁問題係講，從一部分的一種溝通吼，你跟顧客的溝通，會幾困難？唔會呢，因為我同人客講。謝謝你同我講嘢，我哋前面我弄嚟前置，我弄嚟囤作業，我提講，可能前面先囤用個深層洗髮精囤洗一下，洗一下之後，像我哋店方有一個 A2的那個韓國的那個藥水護髮，它是唯一就是鹼性的護髮產品，然後它也可以就是把鱗片打開，當然能藥水那麼卡死定。然後像净化洗啦，深層净化洗主要是去除你化學殘留物，因為給外面染天藍毛的一些東西把它吐出來之後，鹼性護髮再修補進去，然後等一下我們藥水才進得比較去。中途都話我哋已經有講到安多專業嘅事情嘛吼，佢從即個拄到顧客裡邊有俾我們印象幾層嘅嘛，譬如講你哋介紹安多時間，伊頭唔是冇得講，係。有一個人客印象很深刻啦，因為有一擺個人客你來講，伊啊天藍毛，來講剪天藍毛，伊講要剪頭髮全部都是齊長，還有講你要剪齊長，原本跟人客唔係可以夾的，係另外一個設計師，設計師又來問我講，老師那個給你接好了，因為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，對。然後我就去接，然後因為這係個癌症患者嘛，然後伊同我講誒情形又會，伊也天藍毛，又想要給他留整齊一些，唔想再安尼就是層次打改還弄呢之類的，我提講，你應該講誒唔係整齊吧，你應該是講說你要剪一個型吧，你只是唔想天藍毛大頭嘛，人家天藍毛已經是。男生的髮型，跟公愛提溝通下來，也剪啊，就是頭髮的那種圓形層次，從有一個影星哦，桂綸鎂在一個影片裡的那種短髮的造型，嘿，唔係嗰種就會
就是很飘逸的头发啦，须须薄薄的啊，刺猬头也没有按的，也没有垂垂的这种发型。可是都变成讲，其实我哋一般人嘛唔点用去形容我哋指甲的一啲的形啊，吼，不是咱讲我要把它切齐，因为像对于来讲的话，有可能你咪讲啊，也都一啲清汤挂面去煎切来，好，什么去煎切的，但是对人来讲的话，可能係如果冇腔啊，用的一种係形容的方式，係嗰其实真的是同顾客的沟通一件事情。好，真的要讲得过清楚。系啊，都我同林下门的过清楚啦。系啊，我们说，因为我真的是煎下去的，我都腌下去的。好，佮出来的东西同样的东西，上的东西冇看我时，真的是鬼麻烦。冲动处呢，我想到伊好米用米法嘛。应该系俺妈妈的关系啦。俺妈妈给时间，因为俺洗时间。啊，俺刚好一帮俺求眉洗条男毛，俺求眉因为同俺就是绑得很漂亮过来，然后俺过来的时间咩我去甲高价条男毛，啊嘛同俺这拿过来，拿牙条拿过来，还有拿剪刀，给时间拿10分用的剪刀去剪那种狗可以用，啊俺妈妈就讲。你好像有亚天分嘞，我唔会去学美发，系啊。啊，其实是伊安尼建议唔如去学啊，系咪？我其實中途冇去上工，我學也係學拍的啦，因為我國中的時節，咩餐飲技藝班啊，國3的時節，啊嗰時節上工我讀餐飲科嘛，因為對煮菜嘛各有興趣，然後看到我表哥講4年的，我剛好4年的想要讀幼保，啊我媽媽嗰時節要同我動下來講，唔去通美髮咧。哦，其實上愛學嘅嘛可以多啦，吼，比如講餐飲嘛，吼，我哋講幼保科嘛，吼，好啦。但是媽媽堅持講以後美容美髮嘅部分，但是問題係，嗰時節學嘅時節有多困難嗎？還是講一路過有興趣？沒，學嘅時節沒有多困難啦。有一擺有迄生，嗰時節嗰種生設計嘅時節，啊有一個都可能調工用嘅年下，捏來，然後講要剪條男毛，啊看到人調工用個毛汗，啊有個人講啊毛妹妹人係剪好嘅，然後啊有個歡喜我提剪哦，啊剪，然後剪到你講旁邊的時間，然後看查剪刀誒，同調亮剪刀看成係平口剪刀，然後還同平口剪刀拿起來，對於你講下面嗰片剪下去，那片一刀就會從嗰種公主切一刀切安尼切下來，啊你他看了就傻眼了，然後我也傻住，跟這看眼要看伊，啊唔過伊冇罵我，伊講伊係咪安慰我講，妹妹唔好緊張，唔同嗰條男毛不用下來，看可以蓋下面毛，啊嗰時間真係個感通人的對啦，你咪真係都，條男毛正常的，然後一倒下去，真係都冇辦法救誒，嚇係，但是伊至少唔會幾時啊。媽唔講，而且伊喺調工用嘅好朋友，咁嘛吼，但係伊都希望講，啊，反正米等人都會有可能有安尼輸嘅時節啦。係啊，嗰時就每一個姐姐你怎麼那麼好，都唔忙啊，講我做乜忙咯？我去幹咩喺護士啊，咁樣同你朱砂有嘅毛啊，之前嘅醫院你咪實習啊，有時可能好奇怪，啊，你技術性嘅東西要從我嗰時就係學朱砂醫用啊，講嘅冇乜嘅人唔是太擔心啦，係啊。可是伊即個嘅工作經驗，比如伊嘛啲個米等人都會有啲成熟嘅時節，咁即個嘅時節，迄輪即個開始做行上一條路嘅時節，有迄輪有感覺到講，媽媽當時堅持一件事情。有，很感謝我媽媽，係啊。啊，那時候高中的時候，跟美髮老師也給我很有信心啦。那高中的老師那時候我上第1堂、第2堂課的時候，他剛好在教標準冷燙。啊，老師，我就捲的那一次，老師又問我講：啊，你有國中有學過嗎？還是你什麼時候有學過美髮？我說我都沒有學過美髮，我只有看你怎麼操作這一次，我就捲。他說：啊，你捲得很好呢，排列也很整齊。然後那時候我又很有信心啦，所以就加上我媽媽這樣講，就更有信心走上這條路。可是你17、18歲路行上一條路，咁你幾時節畢業以後，第一份工作喺哪？第一份工作我肯定不會做，豐田嗰邊做，所以對你處理開始做。係。你差唔多做到一多年後開始變成一個設計師啊？我從係2、3年。2、3年。
那伊是在南部嘛，还是有都有去别的地方？我有去过台南，去过台南。几时节离家出走去台南？这么个离家出走了，刚刚那个佢有特别的故事，这么个离家出走。因为我妈妈讲我倒啊，几时节唔本爱去摩托车上班啦，我爱坐公车呢。可能都卡喺行动市，我爱坐公车到丰田。给差别不少哦。然后每次我都会给，好像那个年代，我从半小时一班吧，对，然后就要读个半小时，狗我又唔可以。係啊，嗰時冇可能，因為時間唔穩定我按好，嗰時等於講，人家改做去，唔可能都改做到公司嘅，因為唔可能講多幫佢11點9點安尼辦嘛，唔可能嘛。然後古來時哦。古來時節，我媽媽同佢調工用講，我已真係古來，因為每把都做一個安。係啊，因為古來時可能喺南部來講嘛，連병茶都冇呀，係啊，嗰時還做過去，嗰時其實媽媽佢想呐。係啊，講幾時間我交了一個男朋友，還有離家出走。原來有個故事喺度演嘅。嗰時，但是後來就去台南。係做一站嘅那古來。好，就去台南，嗰時已經係十幾時嘅。已經係十幾時。可是問題，你知道，你嗰時一站嘅，算是我剛才講啦，嗰鄉下地方啦，好，女僕嘅嘛，其實嘛算嗰鄉下，但是貴到去到台南嗰時，台南算是有錢人嘛，嗰度嘛，算是一個都市鎮嘅。都市鎮的人同鄉下人要求有冇共用吧？給時節可能剛升起來的設計師，那時候也沒管那麼多啊。給調工用調寧下本來做寧下安尼，對，沒冇上安多。調工用有本人下本落去，我就當做提煉技術，給時節技術沒冇安尼沉穩。但是問題係講，給時節因為台南民用我都。見多識廣啊，伊冇看到嗰度無叫我使幾時去到台南嘛？佢幾時是有人講啊，有鹹啦，冇得講有筍嘅冇。幾時節到台南嘅人客，可能台南嘅幾點嘅人客都係同調工用改好，所以伊能都改好，咩冇買鹹。冇啦，可能而家其實冇改好啦。台南好像沒有遇到改到，唔過台南嘅人比較重洗頭按摩。哦，這家店就很重SPA洗，有的冇的嘿。對，講洗頭按摩是個頭皮理療這種，因為可能台南人的壓力比較大吧，我覺得。那家店可能就是比較重，就是也有很多貴婦的客人就去舒壓按摩的，蠻多的。對。嗰種無共用嘅地方，其實每啲人客我要求嘅一啲內容無共用。休息下喎，我哋喺台灣嗰度講精彩故事咯。翻過來復起來，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僕嘅歌手叫 Rita 來到嚟現場，同我分享講當初做馬尾上去學美容美髮。我想問一下 Rita 因為頭先有講到講，其實台南嘅人嚇，一定過好嗰種那種頭皮按摩啦嚇，佢種人讀到按到人嚇啲杯，唔知佢有嗰種譬如講印象幾深嘅冇？譬如人家人生中的貴人啊冇之類。人生中貴人啊，有啦，有會給人家同我介紹我老公，我買你生。你老公呢？應該沒算貴人吧？貴，是，對，非常貴。很樣的一種情形哦。啊，我幾時失戀啊？有個姐姐又講，你失戀，我剛好這邊有個朋友失戀，我們兩個認識一下好。暗度好哦。對啊，我們聊天啊，聊了1個多禮拜吧，然後。一個多禮拜之後，我們就約出來見面了，在西子灣見面。然後當初我也以為他是閩南人，因為都同我用閩南話講法。啊，結果沒佢同我講嘢客人，只是伊唔會講客話咧。伊唔係客人。係。好，咁後來唔知個有提供你客人冇？有啊，提供客人，而且我哋兩個錄卡，那距離5分鐘。但是以前冇讀過吼。冇讀過。哦，真的係緣分咧，吼，係啊！啊，幾時節伊嘛失戀？伊嘛失戀啊，沒失戀，兩個人又困下。可是，但至少第一眼看到唔會差啦。
可能都唔会查啦，因为我感觉各像我表哥啦，讲话很幽默，喜欢幽默型的男生，就搞笑型的安尼。嘿，我觉这是还得缘分的，跟男人发后来，交往一久是结婚啊？不到半年还能结婚。好，很好。给时间来慢慢学到。哎呀，我相信叫他收给这把我学到，好不好？他们只是介绍你认识，没有叫你说你们要那么快结婚。对啊。但是你今结婚多年啦？应该我10年的啦。哦，10年了，啊，10年了喏。太早嘅3年生嘞，哦，冇過睇呢阿妹嘅3歲，係啊，哦，咁你幾好啊，係啊，至少10年來對當初嘅家庭冇改變啦，嗬。應該係冇改變啦，喺改變嘅話，而家應該睇到。係啊，而家都冇睇啊，係啊。嗰時候你看好了，其實事業上面嘛，歸順勢，路卡上面嘛，歸順勢。因為我提供你這個有參加2024年嘅台北時尚週嘛，哈，時裝週，其實很用伊的機會去參加嘛。嗰時間藝人學院，還有問講全台的設計師有在參加嘛，他要找20個設計師，我高雄嘅設計師朋友講，我冇空下去冇，藝人要空下去嘅。佢其實很用嘅一種經驗嘛，因為時裝週其實有時會嗰度新的時裝，比如說新的造型師啦，服裝設計師啦，嗰度，伊哋有時對伊哋聽啦冇要求，我希望我搭伊下要上副嘅型啊，冇忙，佢係一種用嘅經驗咯。沖人妹妹話會負責處理髮型的部分，對，藝人的話係南北設計師都在。南部有南部的教室，北部有北部的教室，都會先受訓完再一起上去。哦，因為還先受訓哦。對，先受訓。做乜你都全部設計師呢？冇啊，阿姨呢時裝週有規定的髮型，對，要照他們那個幾款。咁許多嘅片嘅話，因為佢是時裝週，我時其實我用講時間來講，其實改變。係改變，然後其實而家要重天無安排，佢後台重天其實無安排。對。很擁擠，然後。幾種係用嘅經驗，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一下好嗎？幾種經驗，因為看到各種模特，然後他們都好瘦，我們都覺得我們去那裡好像是大神大叔啊，對。很討厭，對不對？對，然後我還記得印象深刻哦，嗰時節化妝師又是因為另外一個曾雅凡老師的團隊，對，我就覺得那時候雅凡老師來化妝的時候。因為我跟他可能就是會強碰到，可能一個用頭髮，然後我很怕用到他化妝來問一講，我按的影響到我，給雅凡老師說不會，你先用你的，然後你弄你的好，我再用我的，我就覺得哦，老師也還不錯，沒冇耍大牌，沒冇乜嘅。但是其實本人做伊的頭腦模式嘅有限制嘛？有啊，所以一定要先演練啊，那我講要先演練再去啊。哦，等於你講其實唔係講隨便，我這個啲設計師我們做很多年了，上去都上去。沒有，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Tony & Guy 的技術總監，就是學院的技術總監來控場。對，然後你的作品要給那個 Frank 老師就是看到，說 OK 模特才可以上去。好安尼吼，當然我以前看，但是等於講像人已經算是業紮地步，算做過久誒，可是多幾遍還是要訓練，還是要得最短的時間地步，我把那頭那麼做出來，因為做出來以後要搞不好的包裝嘅嘢。係。啊，然後我們 CMO 要負責就是去後台幫模特，就是如果他的衣服造型有亂掉，要順便幫他用。問題貴嘅工廠地步會幾點鐘？會啊，他時間行場關得幾點？就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都關在那邊。但是也經驗很寶貴吧？很寶貴，我覺得還不錯的經驗。係啊，因為等於你講，其實冇像你這個工作時，因為工發慢慢的加，冇，跟時間連發都不夠，然後做好作品又要叫老師趕快來看，然後還都下一位，係啊。因為好幾百位模特，但是等於你講，其實等人哋伊啲設計師嘅生涯地步，算是伊啲幾貼片嘛，係啲幾創業嘅經驗啦，嚇，因為因為算是台北時裝週嘛，算是伊啲幾大型嘅伊啲發通嘅。咁因為其實我哋有帶到即個現場有按多無共樣嘅伊啲證書，你有冇同觀眾朋友紹介下？對這邊開始講，佢點樣嘅證書？哦，也喺韓國就是3叉蛋棒用，就是電捲棒燙頭髮，不是上捲子嘅嗰種誒。
然后也花黑英国，对，英国的就是他们就是那时候去学的话，他们是学剪发跟染头发的。等下来讲一下也英国的。今日都讲啊，我哋不能想講一下，伊在韓國咧英國啊，伊都基本發型唔同樣樣咯。有翻譯啊，翻譯會團結。但是伊就講因為講啊，你對亞洲來，無你講韓國因為你去台灣來，我對你有一種文化上的差異，無你講安尼樣講看得唔起。唔會咧，佢欣賞都很好咧。對啊，像可能英國嗰種，加油嘅設計師，我講英文有啥翻譯？對，係啊。可是你去嘅時陣，如果有啲翻譯團嘅團隊，係。咁你想唔會難嘛？因為等於講，我有一啲人團嚟做總人咧，啲翻譯啦，嗬。係。哎呀喏。也喺日本咧。喺日本。也兩種都喺日本咧。嗰等於如果唔知教佢哋學習地步，已經包括了歐美。好日式、韓風，好而家太有熱佢流行嘅也部分。因為頭先講嘅故事係乜故事？哦，跟英國的故事還蠻好玩的啦，因為去英國人都會做模特，就是學院會找路上的模特，因為去英國剪頭髮其實蠻貴的。嘿，然後有一個同學，因為剛好就是他原本的模特喺斷頭男模誒，然後結果嘅模特都後有事情，又打電話。又可以講天花，接到一通電話又出去，然後變成一模模特，然後老師他們就去路上找一個模特進來，然後那個模特是長髮，然後又是頭髮很捲的女生，然後那台又是剪跟染的課，然後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用，然後老師他就是剪髮上完嘛，剪完之後要染髮的時候，那個設計師講。伊啊頭髮打結，然後順唔開啊，然後又唔對弄人家嘛，又給後背跟講。給我翻譯台語翻譯，他說這個爆炸的我要怎麼用，這個爆炸的我要怎麼用，然後又同翻譯講問老師怎麼用，老師又講不用梳開，直接就是刷子加染膏，然後放在那個頭髮髮片這樣搓一搓就好了，它梳不開。你不用梳，你就搓一搓有均勻就好了。係啦，有的會嗰種有，所以說有的會5年嘅聽人模，佢聽人模使唔開來。係，有的冇。可是問題，你使唔開來，安尼你咪食什麼嘢片哈？有啊，有你聽呢，剛好你去沖水完起來的時候，顏色真的有進去。真的。可是用有一些紅色的啦，有色是有出來，然後。之後有我們老師講，哎呀，我弄來裁咯，因為嗰啲條男模裁就應該碰。老師講唔是裁，造型品磨一磨就好了，你不用烘，然後你就給他出去。老師來檢查就講滾，然後就說很棒。可是對你嚟講，其實真正。因為這種的法則，睇我哋東方人來講，幾少有看到啦。但是譬如講歐洲或無論非洲，伊哋嗰種就會有些嗰種聽人模有時會碰嘅嚇。原來伊哋咧處理如何？我感覺全部你都可以拿他口味到科分員嘛，英國介紹一塊，一路突然講，我現在看到爆炸的頭髮，我會怕，因為我全部設計師20幾個都處理完了，他還在處理他那一顆，還在等他那一顆頭。係啊，因為真的是我都講一啲的顯示子孫人那種，但是我是覺得給設計師可以苦中作樂。冇啦，又嘛，所以就佢創業會經驗啦，下一擺嗰度有讀到安尼嘅時間。可是我們這個已經可以講17、18歲都見家哈，嘛他們20人嘅啦哈。嗰廿時間有乜嘅法團當初係唔去做美髮俾媽媽講嘛？我媽媽其實去年的有久誒，嗰時間。很難過啦，可是這樣回想起來，我媽媽當初會決定會出嘅。我嗰時間10年前我結婚的時間，其實就已經跟我媽媽和解了。我媽媽佢同我講，姨妹唔好，只是你都很會頂嘴，你是頂嘴型的小孩，唔落台又唔咩，唔落台都唔會同人頂嘴，所以唔多可能想唔落台都冇乜嘅螞蟻。其實我咪個想，唔要把係。家裡的哦，聽你擺命的哦，我給他好好珍惜把握，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很感謝我媽媽，她真的是我生命中最貴的貴人，除了我老公以外，對。因為其實，你的媽媽就睇到提供生意的角色啦，哈，係啊，但是伊提供人家角色，你不可能各出，哈，各位人家講一句話，你演一句話，係啊，但是有時人我感覺到覺得，嗰種媽媽唔多想用嘅。係啊，前瞻的。
呀，一2礼拜的老公讲啊，妈妈就会前1-2个礼拜有打电话比，然后提交代有好好照顾我，然后只是我老公没有跟我讲，他到前1-2个礼拜才跟我讲。你看其实妈妈很行的一条路，唔单止讲本寻到一个刺青，我本寻到一个老公。我至少我感觉到讲，其实伊算是并蛮伫讲学习伊的技术，同时伊个个性，其实可以适合做一件事情。可是看到今天节目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米的设计师也help不了这个故事，同时米的设计师冇遇到拿最强的一个心，伊嘛花几多时间去训练，同时去练习。今日感谢我哋求见Rita来跟我现场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。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大家。休息一下我带听下啲先生来强下运通哦。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，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